伫家己的太保市有一间70多年的正新护龄，厝主叶家军用2年的时间，规个整理过，甲内底2000多本册免费提供予社区的囡仔，互因会当来遮看册。希望利用这间厝，会当互这个社区有新的改变。社区营造老师伫遮斗甲大家认识，校园伫厝内外无用手头的工课。老师讲，自从厝主甲这间三合院整理好势，社区营造的课开始有好的发展。他的那个伊的地嘛足快的，哦，伊就是讲，阮来操作这一寡工艺的动作，伊是足需要的。啊，像这种吊顶啦，若要拍啊，若要放物件嘛，拢足方便的啊。这间70多年的老厝，经过2冬的清理，室内改造会当互囡仔读册的所在。本身咧做国小老师的主人讲，过去细汉的成长记忆，互伊想要整理这间老厝，提供予在地囡仔，而且都好做阮兜。我拄细汉时阵，就是感觉遮拢无所在当互我读册，我拢一定爱去家己市区。都想讲，我若大汉了后，我会当为我的故乡做啥物代志，我感觉都足好诶。阮兜伫假日的时阵，有社区营造甲地方创新的课程，平常时嘛有开放予人伫遮看册。未来嘛希望会当配合无共的单位，互这间老三合院替因这个老社区加添新的活力。记者林伟霆，家己报道。